讲到风力发电，一般的人拢会想到大机的风业啊，也毋过呢，无一定爱食大机。亲像即嘛伫英国工业大城北明汉，就与科技业者行合作世界有合作，用人工智慧辅助设计，甲模拟出适合市内卖当用的风力发电业啊。这个由几片枫叶组成的实验性风力发电设施，就是科技业者上新的设计。传统的风力发电机组就像安尼，高度有数十公尺的高塔，搭配10外公尺长的枫叶在垦块地区大量设置，进行大规模的风力发电。也过像北明汉这款人口100万以上的大都市，四围拢是大楼，就算有空地会当设置枫叶也无可能像传统的风力发电设备同款。所以当地一间专门设计各种工业用的枫叶的公司，甲北明汉大学合作，设计出这个看起来像装置艺术的风力发电机组。The reason that's there is because the wind is channeled off the blades into the center of this turbine, where it creates a vortex. And this little localized vortex means you get much more power out of the Birmingham blade than you do in a normal design, where it's just being dragged or pushed along by the wind. 伫研发无共风力枫叶的过程中，爱伫短时间内以上省力方式设计佮测试出上符合在地需求的枫叶，这就爱靠人工智慧啊！这个实验性的枫叶以铝合金制成，测试期间会先放伫建筑物的顶楼，业者有计2025年下半年会当完成测试，佮正式投入生产。公司新闻自家人编译。